请祝大家平安。真欢喜看到大家过来到圣殿来组织做礼拜。今仔日是2024年的12月29号，嘛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啦吼。咱离迄个2025年，还佫剩几工？3工，我今仔日啦吼。恁有啥物代志还袂做哦？伫咱的2024的计划里面哦，佫欠几项还袂做，这3工会当来做好了啦吼。伫遮迄个工商服务一下哦，咱今仔日嘛是咱教会迄个会计归校的日子啊，所以你怎有啥物要对教会做奉献的吼？请你今仔日一定要来完成，互阮的迄个会计校会当较顺序来归校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咱只是来做一个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伫2024年对年头到年尾，你满的祝福伫阮的身躯。阮感谢你。阮要开始今仔日礼拜，求主你的灵甲阮同在，开阮的目睭，甲阮的心灵，来享受你的疼。伫即个礼拜中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拄啊，咱文宏主长老讲，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天，咱用感谢心来来感谢咱的上帝。好，开始吼，咱先来唱245首，258首是嘞吼。611首哦。心平安接地。
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跳跳大欢喜，彼着主唔通放你，主的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他也可通得快乐。彼主福音永落实，最会天地归下义。为你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跳跳大欢喜，彼着主唔通放你，主的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虽然行黑暗山谷，那最有所的野步，为地上难穿路。为你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跳跳大欢喜，彼着主唔通放你，主的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402首，好来。恳求主领带我脚步，若无行起来行，恳求你教我大步步好，若是我的行定必是正，怎么当日遵守你诫命？我的暗中最坚定，对最水未人，这是我的生命恩吧。伫加州有一个86岁的阿嬷，也叫做 Lisa。这个社区呢，拄着什么人拢无爱啉酒，拍酒好，行，足奇怪，拢安尼啦，吼，安尼足孤单，足，伊安尼足孤苦的安尼啦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伊拄着人，就主动感召我，吼，你好，人甲问啦，是安怎你即摆变来咧？吼，我真欢喜咧，我3礼拜。我伫纽约的查某顺便来看我啦，吼，这3礼拜中间，非常的欢喜，充满着希望啦。我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敢会像着安尼？我相信咱是耶稣的子子，只要咱来仰望咱的主耶稣，咱逐天一定会有希望。明年开始，我相信。会比今年较好，这是我对明年2025年的上大的愿望。所以有愿望，咱就有喜乐，对不对？过来，咱来唱这首足安慰人的歌，有人来替你祈祷。
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的心快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是否你正处在刮风暴雨之中？你的心支离破碎，疲倦失意，别绝望。这个时候，有人为你祷告，平安喜乐将要进入你心。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的心快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的心快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请咱备办心进入咱的礼拜。恁着学乐耶和华，着伫上帝的圣所学乐伊，着伫伊关灵的宫窗学乐伊，着因为伊大关灵的行做学乐伊，照伊美妙的冠带学乐伊，
着分数角学罗伊，单色单琴学罗伊，拍鼓跳舞学罗伊，用丝弦的乐器，甲分箫学罗伊，用声大的喇叭学罗伊，着用音悬的喇叭学罗伊，气若有喘气。下拢着学罗耶和华，啉着学罗耶和华。即是咱做伙来用圣诗，圣诗第258首，圣诗第258首，请咱做声感谢上帝。请咱做声感谢上帝，听痛灵敏到万世。圣囝降世，设立圣会，施恩救人，赦免罪。上帝恩典极大无比，耶稣为咱来受死，咱若靠伊就拢免惊，到尾稳当会较赢。圣诗第258首，请会众起立因转首。请咱做声感谢上帝，听通灵敏到万世。圣囝降世，设立圣会，施恩救人，赦免罪。上帝恩典极大无比。耶稣为咱来受死，咱若靠伊就拢免惊，到尾稳当会较赢。上帝圣会遍满天下，原本咱人是一家。欢喜今日耶稣圣会，甲白上帝三交陪。上帝圣会无论路由，我靠基督就得救。富贵并前无分彼此，天下只有一个主。天顶圣所，甘愿降世受艰苦，请求人类脱离死罪，因带情人入圣会，圣美丽保护照顾，灿烂好达行天路。地主脚步趁伊来行，到尾稳当入天上。请坐。只是咱用主教导咱的祈祷文来祈祷，在周报的第7页，请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启应，这是咱做伙来启应，伫新4世的后面，启应文第40篇。启应文第40篇，也就是以赛亚第6章，启应文40篇，显着咱做伙来启应。
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，伫真悬的所在。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，我伫树后。圣哉，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。门庆因为呼应的声叮当。迄时我讲，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飞我来我遮。将炭捂我的喙唇，讲：你的罪过已经除去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，我通找啥人？我就讲，我伫遮，请找我。客们读到遮，这是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阿罗你。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，互阮不管伫任何所在，拢有你的同在，甲你的带领。也感谢你，互阮有教育的智慧来面对任何的挑战，互一切的事拢会当顺利。阮满心感谢。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是罪人，是耶稣流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过。阮要常常警醒家己。毋通袂记你的恩惠，你的教示，常常思考你的话语，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，为主来做见证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教会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医治带领。主啊，阮是软弱的，无法切度你的安排，求主互阮合适顺服，接纳主一切的安排，也求主加添教育的气力，伫照顾人的心肠，互因有会当有更较侪来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主来得到坚定的心、坚强的身体。主啊，阮也要为着家己的信仰来祈祷。虽然阮有时会拄着困难，但是透过主你的话语。甲你的教示，阮明白你行伫你有所委婉美办的道路，也要建造你所祝福的教会。阮做伙来成长，互阮哪来哪亲近你。主啊，阮嘛要为着教会牧师、中级团契的会长、圣歌队的队长、敬拜团的团长、团契的辅导来祈祷，求主赐下教育的智慧甲气力，互因不管伫工课、伫家庭、伫教会，拢有你的同在。因为咱倚靠上帝面对任何的挑战。诚做为你所用的器具，宣扬你的福音，诚做文山区的祝福，会当互搁较侪人明白你，将你的消息传开看。这是礼拜开始，求主只是安静阮的内心，求圣神临到阮中间，透过诗歌荣光你的名，透过讲道明白你的教示。阮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应许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免。
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相思阮平安。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的部分，《使徒行传》28章23节到28节。伫圣经新约的部分169页，《使徒行传》28章23节。现着我来读23节，因已经甲伊定着日期，侪人就近伊，伫伊歇的厝。保罗对早起到下昏摆列来证明上帝的国，因摩西的律法甲遮的先知，用耶稣的事考劝因。伊所讲的有诶信，有诶毋信，两边袂相合。就四线。先知大声讲一句话，讲圣神用先知以赛亚的喙，甲恁的列祖所讲的话是真对。26节，去甲即个百姓讲，恁听是要听，也拢袂晓悟；恁看是要看，也看拢袂见。因为即个百姓心钝，耳孔重，目睭放开。惊了因用目睭看见，用耳孔听见，用心晓悟，来活恁转。我就医好因，所以恁着知，上帝即个拯救已经施行外邦，因也要听受。圣经读到遮，献诗，今仔献诗的歌曲是。我的救主降生必伫形城。
请本堂的科牧师来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回心转意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2024年伊要结束啊！今仔日是上尾一个主日，咱回顾过去的日子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伫上帝保守的内面。无论咱经历欢喜、快乐、痛苦、哀伤，我想这所有咱经历的一切，拢伫上帝保守的内面。所以咱要为咱过去一年，其实还阁3天啦吼，咱要为咱过去一年，咱来献上咱的感谢，因为咱所拄到的一切，咱都已经搬过啊。咱所拄到的一切艰苦，嘛拢已经过去啊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诞生，互咱有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帮助咱继续往2025年来迈进。所以，当咱咧看过去一切代志的时阵，其实咱的注目毋是伫遐的代志的顶面，咱所看的毋是迄个欢喜的代志，嘛毋是看到迄个艰苦的代志。咱所看的是拢伫上帝恩典的手中。愿咱会当将家己过去所有一切，咱献上感谢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。日子过了真紧，当我咧看过去的日子，敢若拄拄发生尔，敢若拄拄过去。总是上帝咧保守阮，互阮伫经历一切的代志顶面，拢互阮有平安。这是阮主旨。我们继续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。我们继续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，帮助阮牵条着你的应允向前来跑走。这时刻，愿恳求信心同在，互阮明白了解你的心意。愿信心运行伫阮中间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年的讲道《使徒行传》到上尾一卷册啊，上尾一章啊。第28章的内面，其实是《使徒行传》上尾的结语。但是咱要看的是保罗的宣教的行动，毋是安尼就结束。保罗宣教的行动，才要开始进入到信仰的旅程。因为宣教的行动是持续不断的，宣教是每一个世代拢咧爱做的宣教，嘛是咱每一位咧跟对耶稣的人，咱爱对咱的生命中去进行的。特别伫顶礼拜24号的暗暝，咱去布加因，今年咱行鸟空这条线，第一站到三角公园的时阵，其实我真感动。迄个感动是，当阮一到位，住伫三角公园边仔的一个兄弟姊妹，就已经徛伫公园咧等啊。若是安尼，伊阁邀请因的厝边做伙参与，互即个报佳音的行动，毋是干那咱教会兄弟姊妹尔，互即个报佳音的行动是邀请咱边仔的厝边。因亲身来参与伫这内面，我想，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宣教行动。这个宣教行动就是信心来引出的。所以咱若咧看规本《使徒行传》的时阵，《使徒行传》内面是照着主耶稣的吩咐的使命的下面，互信心的引出。来分享着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信息，对耶路撒冷、犹太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全世界。所以咱会当讲，对迄个时期的开始，基督教的信仰对犹太人中间，真做全世界拢会当听到的福音的信息。
随耶稣上天了后，信徒就伫耶路撒冷咧推动即个福音的工作，往外来扩展，往地中海的周围，一直到罗马。那咱咧看信心的部分，是对五旬节迄个开始，信心降临伫耶稣基督，特别伫耶路撒冷遮的信徒的身躯顶。福音的信息，就那亲像火共款传出去啊！保罗正做使徒行传中间真重要的人物，咱知伊是互耶稣所呼召的，对一位敬虔的犹太的信徒，转变成做耶稣的忠实的信徒。保罗三届宣教的旅程中间，咱看到伊建立教会，伊宣扬福音，伊教导正确的信仰的观念，而且伊搁咧论述耶稣基督的命令甲应允。所以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内面，保罗伫第三届的旅程，伊总算达到伊心内所要去的罗马。咱看到伫26章、27章内面，为着要保护保罗这个军官，伊决定要行水路的坐船的方式来前往罗马。咱嘛知影，伫迄个时期，已经到迄个地中海无法度行船的禁止行船的这个时间，但是因为侪的考虑甲利益的关系，因就继续要行水路来去到罗马。这个决定，互因拄着海面上的风涌，船只受到迫害，船所载遮的货物就遭到损失。加在咱看到记载中间，人无受到伤害，船无法度继续行，敢若伫水面顶面咧遮漂流。上尾伫马尼他这个岛屿的外口，伫遐停掉的。住伫这个岛屿顶面的居民，因为这只船受到这个风涌的关系损坏，所以当这船员、军人求援，也是保罗，伊去到迄个岛屿的顶面的时阵。这个岛屿的居民就真对因真好，互伊嘛为因起火，互伊迄个身躯真淡的会寒的这个状况得到一寡温暖。我想有信心的同在，互保罗甲规只船的人保守了因的性命，而且互因真平安的活着。总是咱看到故事甲这个所在。保罗敢会当真顺利去到罗马咧？就伫保罗看到因起的迄个火，需要添柴火，所以就行到边仔捡一堆柴，将这堆柴担落去火的内面。咱看到圣经记载一件代志，担落去了后，有一只毒蛇，因为袂挡的烧。就走出来，保罗拄好徛伫边啊，迄只蛇就甜位保罗的手的顶面，哇，毒蛇呢，佮甜位伊的手呢。其实伫迄个时期，圣经无描写讲迄只蛇有做甚物款的动作，敢若讲着保罗将迄只蛇ฮ็落伫火的内面。保罗到底有迄只蛇咬着无？圣经无描写真清楚，总是圣经描写着边的人看到这件代志，众人拢认为伊一定互蛇咬着。因咧等待讲保罗的手会肿起来，也是保罗因为毒蛇甲咬着，伊会倒落去。所有人拢认为。保罗互蛇甜到手的时阵，伊一定互蛇去咬着。所以当地的居民
因就有一个结论，讲保罗啊，这个人啊，一定是一个杀人的人，是一个犯罪的人。因为伫因传统的理解的内面，做歹代志会发生伫歹人的身躯顶，所以呢，这个无好的行为会互上帝所处罚，迄是因为上帝公义要来显明。这是一个因确定的一种因果的关系。但是保罗迄个时阵，伊阁徛在地的。伊阁徛伫因的面前，敢若无发生过什么款的代志。所以当地住民因过去的经验，迄种做歹行为、歹代志的人，伊无互上帝处罚，无互因的神明所处罚。所以倒数顶面遮的住民，因就感觉真奇怪，而且因随改变因原本的想法，因认为保罗是一个真罪恶的人，因为伊甲一寡囚犯做伙，伊阁互遐军队所带来，所以认为伊是一个杀人犯。但是即马因改观啊，因为蛇无加落伊无代志，所以因将保罗看作是一个神明。但是保罗伊毋是神。保罗是一位上帝的仆人，所以当这个倒数顶面的住民，因是一个看保罗正做一个神的时阵，但是保罗却是一个无辜的人，互因认为啊，保罗实在是一位上帝的仆人。所以伫这个海涌顶面的风暴，也是毒蛇的事件中间。其实要表明的是，伫这种大自然奥妙的内面，人有缘来降服伫上帝的主权的内底。保罗互蛇填起哩，互蛇加也好，伊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，而且将保罗看作是一位神。连当地这个酋长，伊嘛用一个真热切的态度来款待保罗甲其他的人。拄啊好，这个族长啊，伊的老爸患着热病甲疟疾，所以保罗就用祈祷甲换手治好了这位族长的老爸。结果是安怎？倒数顶面所有的人拢来啊，保罗嘛甲因祈祷，甲因换手，互所有的人得到医治。其实这种的描写是咧强调保罗抑阁伫尊顶的迄个时阵，天在对保罗所讲的话来实现啊。透过保罗，伊医治了这个倒数顶面所需要的人。互因接续落来，要去到罗马的旅程中间，因得到遮食米物质的补助，互尊顶200多人，因为保罗的缘故，因得到保存。这个是保罗伫这个倒数顶面，伊所拄到信心的因带。使徒行传记载伫马尼他岛的一个故事。其实，伫咱台湾的宣教的历史中间，嘛有。特别咱咧看东部中会的开拓的历史的内面，就记载着这种类似的事件。伫1877年的时阵，有一位叫做春元的兄弟，伊对屏东的李港迁徙到台东海岸的石湖线这个所在。伫迄个时阵，有一位阿美族的族长，伊就接待这个村员，住伫伊的厝内底。这个族长呢，伊有食迄个鸦片的习惯，因为伊有迄个气管的问题，会喘，所以咧食鸦片来治疗。但是这位村员，伊是一位基督徒，伊就考劝这个族长讲：你爱改掉这个，你爱来信耶稣。所以，
伫迄个时阵，其实无其他药啊会当治疗，会当莫阁食即个鸦片。所以春元伫迄个时阵，伊就用杯啊滴水，然后呢祈祷了后，摕互即个族长啉。真奇妙的代志发生啊！即位族长伊的下骨病，就因为安尼得到医治。对迄个时刻开始，就无阁发作啊。所以即个族长呢，伊就决定要带因全村，就是迄个部落的人来信耶稣。东部的福音的事工，就因为安尼发展起来。所以今仔日咱若去旅游，去到东部，去到成功即个所在，其实遐有一个碑，咧写即件故事。这是东部因的福音的发生甲开始的一个故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总是伫咱想袂到的时阵，安排真侪奇妙的即个机会伫个。其实咱来用咱的信心来思想的时阵，咱来看咱过去的日子，其实咱会当看到真侪上帝奇妙的恩典，充满伫咱的四周围，充满伫咱的生命的内面。今仔日咱可能无法度来想象讲，保罗迄阵伊的经历到底是安怎？可能咱无法度体会伫东部中会这位春元兄弟伊的即个过程，总是伫遮福音的事工的内面，上帝是用伊奇妙、奇异的恩典，互咱来明白伊的困难。咱教会100多年来，我相信这种的故事，真实的故事，伫咱的中间一定嘛有。无论是过去也是现在，这种真实来领受上帝的呼召，真实去互福音的工作开始扩容，我想这一定有。所以当咱咧回顾过去的时阵，所发生的一切，拢是信心的因带。所以咱来相信，每一项事拢有上帝的心意。咱学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咱所面对一切事物。所以当保罗因伫即个岛屿顶面，因经过了即个寒天，因停留差不多3个月久。若讲顶一届，因是10月份左右漂流到即个岛，大局已经是11月啊。佮经过3个月了后，因就会当开始准备伫海面上会行船。即届行了真顺利，伊嘛真紧到罗马。伫罗马嘛有基督徒。其实毋那是伫罗马，伫即个布丢利即个所在嘛有基督徒。咱回想咱过去所读的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甲11章内面的记载，当基督徒受归信到耶稣基督进前，就是伫扫罗大迫害的即个时刻，就是伫迄个时阵，遮四线对耶路撒冷开始到逐所在去避难的遮的人，因将福音传出去。当保罗到罗马的即个时刻，伫罗马帝国的统治里面，4月就已经发展起来。咱会当讲，敢若亲像因开花结果。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讲：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，死犹原是一粒；若是死，会当结出侪果子。那呢，这就是耶稣伊所要爱咱去做。司提反，伊互人活拍死，伫人来看，伊是死啊，但是伊是为福音死的，伊毋是白白失去伊的性命。那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里，上帝互伊显明伊的大权能，这粒麦仔发展起来，
互侪侪人来认捌上帝。其实罗马教会到底是什么时阵建立的？保罗建立的吗？毋是。保罗所写的罗马的批信，是伊写予正教会批信中间，即间毋是伊所开拓、伊所设立的教会。所以当保罗伫写予罗马教会遮的信徒，甲因在讨论信仰的问题的时阵，保罗其实罗马书一开始安尼讲，照着耶稣基督，我为恁大家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心已经传遍天下。所以咱会当看，当保罗还未到罗马的时阵，保罗遮的信徒，因伫信仰顶面已经互人学了，而且侪人拢知影。保罗行往罗马，伫经过一个雅比乌市，就是大约伫罗马城70公里远的一个所在，还佫一个山馆，伊距离罗马城大约是53公里。圣经特别提到这两个所在，是咧讲伫遐的人听到保罗要来到罗马的时阵，因真热心来迎接保罗，来甲伊见面。所以咱看到罗马教会信徒是真热心的，因来款待保罗。保罗拄到真好的待遇，毋那是安尼，伊甲遐的囚犯有一个真明显的分别，因为带伊来遮的军队、遮的军官甲遮的兵丁。因经历过保罗怎样伫海上甲因帮战，以及怎样伫马尼特岛顶面遮看到的新力。所以当因将保罗交予罗马遮的军营的时阵，因替保罗讲好话。保罗就互人稳准，会当莫住伫迄个监狱的内面，伊会当伫外口租厝。我想这嘛是信心的带领，互伊当伫外口租厝，互侪人会当甲伊来接触，互保罗会当继续甲人来讲福音的信息。28章上尾啊，保罗总算来到罗马，过去因冒险的旅程，伊要结束啊，但是。毋是保罗一到罗马，伊就结束啊！咱看到保罗到罗马，伊游玩咧做工的。保罗到罗马的时阵，伊毋是先去参观迄个罗马的建设，伊嘛毋是要互遐外邦人来信主，伊是去找当地犹太的领袖，为着伊家己过去的行动，做一个真简单的辩护。以及主张家己无做过什么款的代志，咧冒犯着本国的百姓，甲违背祖先规定的遮个代志。这是咱来想象一下，咱想象一个画面：保罗手互这个锁链锁掉的，保罗伊徛伫罗马城的内面。伫遮犹太同胞的面前，保罗伊要讲的是，伊毋是要破坏以色列的历史甲信仰。保罗伊要表明的是，伊徛伫遮的人的面前，伊要表明的是，伊要画出以色列人的愿望。对住伫罗马的犹太人来讲，遮犹太人因会家己去判断。也是讲，伊会接到讲迄个官方的指示，听遐人所讲的代志来劝勉用。也就是讲，保罗用真侪时间来做见证。保罗做这个见证的基础，是以色列人因真珍惜的传统。这个过程中间，有人相信。有人无相信，
但是咱在欢喜的是，有人听见而且接受福音。咱可能会较悲伤的是，还佫侪人无相信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咧回顾咱家己过去信仰的历史过程中间，其实咱的身躯边，敢是亲像保罗迄当时共款吗？当咱咧甲人讲、甲人咧分享的时刻，有人相信，咱真欢喜；有人无相信，有时咱会真背白。但是，这个代志的过程中间，互你的信仰有得到成长无？更较重要是，你个人甲上帝关系有成长无？我认为，无论咱每一个人是出世伫基督化的家庭也好，也是伫无相信耶稣基督的家庭的内面，咱每一个人的信仰，拢需要你家己来确认。咱每一个人，拢必须要家己来信任、来宣告。但是伫这个过程有一个真重要袂当欠缺的，就是爱悔改。爱承认家己的罪，因为安尼做，才有法度互家己转来到上帝面前，会当对心内真实来宣告，耶稣是你个人性命的救主，才有法度恢复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。那咧，咱的信仰的性命才会当开始。咱才有法度经历上帝，咱才有法度去经历耶稣，经历信心的引带。这是咱一生的代志，这是咱一直到登去到天家拢爱做的代志。对相信的人来讲，咱相信的，咱感觉遐无相信的人，哇，真恶去甲伊说明，真恶互伊相信。其实这是一个奥秘。咱无法度理解，是时间还未到吗？咱常常听到侪人的见证，讲我为这个人祈祷10年、20年，为祈祷到伊年老，伊尚未相信啊，是时间的关系吗？其实咱要安怎解说迄种激励咱、帮助咱，而且解说世界互咱的生命意义的真理呢？这种真理其实咱无法度真正去解说，因为咱直接去领受到。但是，咱讲迄个奥秘是，咱无法度去理解，咱所领受的这种感动，为什么对方伊无法度领受？迄是因为有人看见基督，就看见世界光。那呢？为什么有的人因无法度看见呢？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，咱的目睭、咱的耳孔、咱的心，甲咱所看到、所听到、所感受到的，拢无共款。每一个人拢无共款。但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是，真理无需要任何的证明。咱无需要去指责别人讲你为什么无相信，咱嘛无需要将迄个邪恶的这种观念放伫遐无信人的身躯顶。咱敢若单单为着遐相信的人，咱来欢喜。咱相信甲无相信的这个奥秘是伫上帝，所以保罗伊咧主张讲，伊即马要去外邦人的迄个所在。其实保罗伊的意思毋是讲上帝要放弃以色列人，上帝互耶稣开始传讲信息，互侪人来领受，但是独侪以色列人因拒绝耶稣的信息。上帝其实对以色列人的应允是未改变的，总是因为这个人拒绝，所以因就无法度真实去领受到。当这个人无愿意信任甲接受的时阵，
上帝对伊的应允就会停伫迄个所在，袂讲即个应允无去，无即个应允只是停止尔。所以当保罗伊欢迎侪侪人到伊所睡厝的迄个所在来甲伊见面的时阵，有可能这个人是互会堂所拒绝的人，但是保罗伊讲，我伫即个所在，我继续咧传讲上帝国的道。伊将主耶稣的代志教世人，即种的宣告，就是保罗继续咧做代志。圣经讲，伊无受到什么款的阻碍，信心伫因的中间，信心咧帮助因。其实信心嘛咧帮助咱每一个人。信心咱看伫乌孙节的时阵。伊想述遐拄啊形成教会即阵人，因有口才，因所讲的内容是上帝大作为。虽然迄个过程中间敢若有受到一寡阻碍伫的，但是因犹原咧宣扬上帝、宣扬耶稣基督、宣扬信心的工作。因大胆而且愿意向遐咧听的人来宣讲。我想，这就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使命。咱袂当去讲，咱袂当去否认啦。讲这个世界吼是真正真侪挑战，福音嘛需要来克服侪侪挑战。咱信徒爱忍受真正伫咱身躯边遮的苦难。咱门徒需要伫世界的头前。咱来见证迄个唔知的力量，即个唔知的力量，就是上帝的业力。伫《使徒行传》内底，无论伊中间写着，因为互人悔改、互人欢喜的遮个代志，也是讲遐个人无明白、无愿意相信。但是，这中间要表明的一点是，无人会因为安尼。失去毋望的，基督的教会，咱爱用圣经的话语来传达上帝国的信息。所以，咱爱见证耶稣基督国外的福音，因为为着传福音，我相信上帝一定伫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会扶持咱行过迄个上艰难的时刻。真正传上帝福音的人，当咱拄着苦难的时阵，上帝袂放手无插的，上帝袂伫边仔看，上帝一定会伸手扶持伊的仆人，行过艰难的传道的路程，亲像上帝扶持保罗共款。所以上帝的扶持，那呢，咱每一个人，你我的生活，就是伫使徒行传的故事继续咧演说。信心犹原真活泼。使徒行传上尾其实无做一个结论。使徒行传上尾是用一个开放的方式，看起来敢若是一个结束。但是信心的工作，人的见证，犹原还阁咧进行着。迄个上重要的目的，是要互人悔改来上帝。路加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，这本《使徒行传》甲单已经2000年啊。《使徒行传》咧提醒咱每一个人，若有人甲咱拒绝，若有人咧压迫咱。若咱拄着遐个挫折的时阵，也是咱软弱的时阵，咱就爱倚靠上帝恩典，互福音的宣扬持续到天边海角。因为上帝要互咱无拄着任何的阻碍。拄则咱伫启应文中间，咱上尾一句的启应是记载伫以赛亚书中间讲。我伫遮，请找我。我伫遮，请找我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每一个人透过你的恩典，领受无共款你所享受的恩赐。阮领受对你遐来平安喜乐，阮领受对你遐来永远袂改变的疼。阮恳求上帝，互阮会当持续去传扬主耶稣救赎的信息，互人悔改转向上帝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行动。主啊，阮伫遮，愿每一个人，阮拢愿意受你来切恳，成做使徒行传故事的继续，来见证你的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上尾一个主日，所以咱爱设立明年度的主日学的校长、圣歌队的队长、敬拜团的团长、妇女团契会长、少年团契会长。所以这时咱请这个队长、会长、主日学校长来到台前。来台前，校长好，校长去叫啊。敬拜团团长。无看吼，好，无要紧。好，咱今年2024年嘛是因担任遮个咱讲的遮个校长、队长甲会长吼。我想因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话，继续伫即个每一个即个团契内面来服侍吼。所以即时咱要来设立。赖韵如，你有领受主日学校长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召命业无？郭金敦，你有领受圣歌队队长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呼召业无？陈国英，你要领受妇女团契的会长，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召命业无？赞美社，你要领受少年团契会长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召命业无？恁众人要领受这个职，恁就挖去教会头主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最大。来尽恁的职务，恁要安尼行也无？这是我要来宣告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正做本会主日学的校长、圣歌队的队长、妇女团契的会长、少年团契的会长。恁着谨慎恁本身甲恁的所做，常常关心这项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伫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，阮设立
助理会的校长、圣歌队的队长、妇女团契的会长、双年团契会长，是要互因领受这个职分，互因来服侍帮赞会这机构的这个发展，互因所做工会当荣耀上帝的名，愿主赐福因有对上帝遐来智慧，互因心中有平安喜乐，带领众兄弟姊妹同齐伫天路顶面来跑走。愿主看顾因伫未来一年中间，会当牵着着主你对因的应允，互因领受这个职分，正做荣光上帝的名，互众人得到利益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来面向大家吼，咱有任职的这个聘书、任职书吼。没人照相哦，有。好，咱拍破啊！未来一年吼，未来一年，助理学爱定定为因祈祷关心吼。咱即马，咱助理学的细囝差不多20几位吼，25位左右吼。所以咱为遮细囝因的信仰的建立，咱透过助理学帮因传因，互有一个好的信仰的学习。圣歌队，吼，即马坐伫即顶面，这毋是圣歌队哦，这是双年甲妇女吼。圣歌队邀请咱众人，只要你欢喜、介意、想要唱歌，欢迎你拜五暗时先来练习。哦，拜五暗时8点先来练习。你等下感觉讲，你会当啊？伊才甲咱的队长讲，我想要来献诗吼。所以邀请咱圣歌队会当做来参与。妇女团契，吼，咱伫过去1年中间，咱伫母亲节、父亲节，还有一寡活动中间，看到因真有活力为咱主中道的爱餐。毋单是安尼，因伫周间拜日的即个聚会，嘛邀请咱在座吼妇女、先生不要吼，妇女来参加。吼，无论你的年岁是安怎，你的年岁是少年的，也是较年长一点啊，拢邀请你会当做伙来参与。双年团契，敢有限制年龄？嘛无吼，吼。双年来男生、先生邀请你们来参加哦，所以咱为着明年度2025年度遮个团契圣歌队甲助理学，吼，咱为因来带导以外，咱嘛踊跃来参与，咱个拍拍来感谢因的所在。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，回应圣诗611首，得主的人有幸福。得主的人有幸福，若准忧伤真快乐。但时刻乌乐吟诗，满心平安真得意。为伫快乐，得主的人快乐。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底着跳大欢喜，听条主毋通放离，就伫快乐，永远通伫主快乐。请会众起立应全手。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若准忧伤真快乐。但是刻乌路吟诗，
生平安静得意，为的快乐，地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着跳大欢喜，轻调主唔通放你，就你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脚也可通得快乐。地主福音入我心，水过浸地开声音，为的快乐，地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着跳大欢喜，轻调主唔通放你，就地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虽然行黑暗山谷，那地耶稣的脚步，为地主甲咱带路。为的快乐，地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，心地着跳大欢喜，调主唔通放你，就你快乐，永远通得主快乐。请坐，这是咱备办新来奉献。当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孝顺上帝所赏赐一切时，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为内心备办奉献，求上帝接纳咱的所献的时间、金钱、甲心智。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的时阵，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
请坐。这是我的报告。伫报告的内身，咱先做伙来读即礼拜的经句，咱做伙来读2解。请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，我要搁讲伊着欢喜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，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，我要搁讲伊着欢喜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。来主的圣工分担，领袖是敬拜团，司礼是黄文宏长老，司琴是张丁显弟兄，献诗是圣歌队，司献是谢义宏执事、张景元执事，交代是谢义宏执事甲陈淑锦姐妹，音控是曹明祥执事甲张信群弟兄。拜三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林忠豪执事。后礼拜日讲道，主日礼拜，主理是柯牧师。经文、题目、甲课文、甲信息伫周报面顶，咱会当先登去家己来准备，家己来看。这是咱做献到周报的第6页。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本主日台语礼拜举行2025年主日互校长、团契会长、圣歌队的队长、敬拜团的团长会设立名单伫面顶，咱会当家己来看。那请大家为因祈祷，互因伫服侍顶面有搁较侪气力，来为主来见证，为主服侍。第2，总务组的通知，如果到1年1度的教会的大摒扫的日子，今年要定伫1月5号，连下礼拜了后来进行。若是有分配着摒扫的人，会当伫周报第9页来看，面顶有咱摒扫的区域，咱家己会当先来看。迄天有备有简单的午餐，有2点要提醒。第1点是，若要调整摒扫的时间的人，单位会当议程长老来调整，甲伊报告。另外要提醒各位亲爱的亲邻家人。因为地主内底咱拢是一家人，所以定定来教会就是家己厝的物件摕来食，袂记带转去。因为迄是你的厝嘛，所以你定知，你会知影，你倒去厝就摕到你的物件，所以你会有定定袂记你的物件。所以伫摒扫进前，请大家爱会记得摕你的物件转去，无迄天就是会伫粪扫桶，还是伫回收桶内底，请大家爱会记哦。第3点，泰泽祷告会。2战期间，瑞士的基督徒热族，伊为着要追求基督的生活，所以伊来到法国的一个泰泽村，展开伊每一天基督，嘛同时咧照顾难民。战后了，伊甲朋友创立即个泰泽，即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团体，伫每一天忙碌无用的生活当中，伊嘛较无要为着心灵来找到一个宁静甲朴实的安息的所在，来感受上帝温暖的临在。教会为2025年开始，要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每一个月的第3个礼拜3，要有一个实体的泰泽祷告会，地点就喺教会2楼的礼拜堂。所以1月份就开始啊，1月份第头一个泰泽的实体祷告会，就是伫1月15号迄天，邀请大家做伙来读祈祷，来体验即个泰泽祷告会的无共款的祈祷的方式。第4点，圣工的事奉表，2025年1月份到3月份的圣工事奉表，纸本放伫1楼的柜台。若是
你伫礼拜有雨师会当讲会当，若是需要纸本，会当去1楼来领取。第5，财务组的通知：2025年1月份1月5号为2024年的财务校铺的检校的日子，请各团体来准备。第6，定期的会员互惠，2025年的互惠要定伫1月26号来召开。第7点，要交互惠会员的互惠资料的通知，请各团体于1月7号进前交互惠的资料，互干事来整理。第8点，1月份的授签，伫周报的第8页有1月份的授签的名单。好，咱要为着1月份生日的这兄弟，咱要为唱生日快乐吼。1月份生日的，请起立，请起立。好，咱为唱生日快乐歌2遍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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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来，咱看周报。我这要讲一个较特别的吼。迄个每一个月生日，我拢会真注意看。你有发觉这个月生日有一天特别多人无1月15，啥人来？ 4、5个。哦，拄仔有讲哦，1月15、1月15号暗时有泰泽祷告会，所以加1月15拢爱来。好啦，咱看咱的时间啦吼，咱为因来祝福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听伫阮的中间。阮知你互阮每一个人，伫阮出世进前，伊拢已经看顾保守阮，伊拢知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你嘛互阮有即个福分，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。这时刻，我们甲1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同齐欢喜。我要为因来向上帝你恳求，过去你怎样祝福因、赏赐因，只是恳求你加倍恩典施落伫因的身躯顶，看顾因的家庭、因的工作、因的信仰，拢伫主你的保守的下面，每一天拢领受丰盛的祝福。愿主看顾保守因，愿安尼同心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佮甲讲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请坐。有一个教会的集体交通爱补充的部分，就是除了面顶的兄弟姊妹需要带到以外，佮有要补充一个张慧欣姐妹，伊今仔日入去。万丰的病院，明仔载要开刀吼，要开鱼的刀，所以请张慧欣姐妹。哦，好，咱嘛爱为着伊祈祷，请主来保守伊明仔载开刀的几个行程拢会当顺利。恢复嘛会当顺利。今仔日到好，这是咱来用刷尾边的信息第400。歹势，这是咱做来用唱平安礼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行平安礼。
的心，因为耶稣你光明，因为耶稣人有过我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我名，欢喜给人的主听，因为耶稣人有公正的心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正做神，因为耶稣你光明，因为耶稣人有过我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我名，欢喜给人的主听，因为耶稣丰富三业主事定。请咱犹原徛地，咱来用煞面的信息，信息第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用诗煞，请牧师来祝祷。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，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，若想当受你改变。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，对吹引带是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授予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密祷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